倒一寡头路的薪水较悬，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讲西回灵机的技师，因一个月薪水差不多是27万。另外，精算师、医师薪水嘛拢真悬。也若个人一般食头路人经常性的薪水，主管的月级一个月差不多是7万5，若基层劳工平均是3万1。主管差不多年所得是102万，若基层劳工年所得只有40万，差3倍。6月毕业季就要来啊，真侪大专大学的毕业生，拢要开始找头路做工课。除了兴趣和环境，薪水当然嘛是这毕业生找头路的关键。劳动部31公布去年7月职业队的薪资调查，以一个月的薪水来看是技术上悬，过来是精算师、医师、准的监管人员和职业运动员等等，因一个月的薪水拢超过10万。技师的这个养成其实也是有比较漫长的一个这个阶段，可能要从这个培训啊，副技师到正技师才有机会拿到这个年薪100万的一个这个状态。第一代人经常性的薪资方面，去年主管和监督人员的月薪是7万5上悬，过来是专业人员6万2，基层的劳工干那3万1上低。年薪的部分，主管会当到120万，基层的劳工干那40万，两个是差3倍。有学者认为讲，台湾薪资的隐形化是愈来愈明显，因应未来就是一个数位化的时代。找头路的人要有数位化的思考和专业能力，才有可能增加家己的竞争力。就是密集的情况底下，高阶主管或是专业人员的这种他的工作知识含量比较高，所以当然他就对公司来讲，就是这些人的他在薪资上会给比较高的待遇。那进一步去分析各种这类的各行业的薪资状况，专业人员是以医疗保健和社会工作服务业的薪水上好，一个月薪水平均6万9，年薪是101万2千；金融保险业的平均月薪6万9，年薪136万6千；运输程度业平均月薪6万6，年薪有126万4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